在地人在地前要来讲医疗新闻，俗语讲医生惊治扫，涂水师惊抓漏。有一个51岁姓陈的妇人人，伊无食薰无食酒，去年底确诊新冠肺炎了后呢，一直扫，食药啊嘛无效。伊业主讲是这个长新冠的病尾，经过就医去甲病院检查后，才发现讲原来是肺癌，赶紧开刀，这个镜头才改善。 51岁单身妇人人，去年得到新冠肺炎，解隔离了后，原本的家嫂食药啊嘛无加较好，颠倒搁较严重。廖准讲是长新冠的镜头，想要到就医了后，才知影是早期的肺癌。切片检查就证实是肺腺癌，那看起来都没有转移。因为患者无食薰食烧酒，嘛无肺癌的病史，知影正病有1.5公分的歹物啊，是真着惊。加在手术切除了后，镜头有明显的改善。最好就是要把病人有没有特别的基因突变给他摸清楚，不同的基因突变的病人给予不同的保养药物，就可以得到很长的 疗效。医生表示，虽然疫情解封，不过得到了后，原来有真侪患者拢家扫真久。根据统计，有15%到20%的民众，解隔离了后1个月，原来有家扫真久，喘气困难的镜头。若是食药啊无好，建议就要到健康内科来检查，较免延长到治疗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